接下来看下金钟奖嘅特别报道，客家电视嘅组合他乡节目，唔单止带观众去到各国游览，也会收集海外客人睇当地嘅生活同代表嘅故事。今年系第400日嘅电视金钟奖哦，受到几大嘅肯定。那位头一摆报名科学节目奖6日位嘅发布尔昆虫记，系用一啲故事呢100年嘅法国科学家发布尔，以所写嘅昆虫记来做本哦来。观察台湾嘅自然生态，希望提观众嘅新冠态度，点下科学嘅重要。起来的时候吸气，然后下去的时候吐气，这样。I just can put here. 天内乡亲乡下来做印度瑜伽，是家常的印度菜，体验印度家庭的生活。对主持人泰芬来讲，也对乡亲教我以面对生活的态度。你看现在那边印度的女生跟我一样啊，家里要这边一整天在家里学做菜什么，那她的怎么舒压？那就是要去参加这种聚会，所以她说她鼓励我去参加。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所以就是要这样。你看印度的女人怎么生存，就是很喜欢叽呱呱那边聊是非。了有在出的时节，其实真係痛苦的，迄人也哈吼，冇辦法想象的。不過佢哋咩安尼，硬硬安尼，上忙大兵就安尼過來咧。到海外得靠自己的力量去，把自己周边的那个环境弄好，甚至有的时候语言都不通，但是他们在那个过程里面，必须要自己学会怎么生存。教书有限，今日考题喺輕中醫嘅自然環境當中，詳細看多項嘅一條出文。一隻蟲嘅，用法本語嘅方式寫昆蟲記做基礎來觀察台灣嘅昆蟲生態。製作團隊除係愛呈現法本語嘅生命精神，又愛睇台灣潛到相互對照嘅昆蟲，也對人來講係巨大嘅挑戰。因為我們在台灣可能大家很熟悉的蝴蝶啊、甲蟲，這在法部裡面它是比較，一方面它可能比較沒有興趣，另外一方面可能那邊的物種比較少。鳳腳西油棚，除咗乾見流入會送入棚底度，行過去夾老傻鹹入嗰啲嘢講腳照。就算喺執行嘅過程當中，家認證昆蟲唔會談化增加嘅入人嘅難度。不過室內做嘅引起觀眾對大自然嘅注意就來。他們在自然資源很豐富的地方呢，如果有客家的小孩，因為看了這個節目，引發他們對於大自然的觀察或者昆蟲的興趣，我覺得我們這個影片的目的呢就達到了。做客他鄉，亦是用台灣嘅角度來看海外客家人代表嘅故事。特別係漂洋過海去到一個新所在，安樣嘅面對生活嘅挑戰。法本語昆蟲記呈現嘅生活豐富嘅台灣昆蟲生態，希望觀眾對大自然有更加多嘅關心跟想法。客家新聞林建佑、錢永尊、莊一山台北報道。